欢迎收看台湾新闻界，我是阿明张伟民。咱看到中共继续来侵犯香港人民权利和自由吼。咱看到这个港区国安法强加伫这座城市啦吼。香港政府对民主派话讲要摕立法会哦，伫咧9月这个选举的时阵啦吼，35+，意思就讲这个10次要来过半吼啊。香港政府头真正有够大粒啊吼。但是听这个35+过半，香港大学教授哦戴耀廷声锋开除，这是讲咱头一个吼政治对杀啦吼。第二项就是讲，我香港政府要安怎，就来取消掉咱讲的这个12位民主派吼，就甲因 DQ 啦吼 ，DQ 就是 disqualify， 互伊这参选资格甲伊取消落去啦吼。因原定就咧9月初要进行着立法会这个选举，咱么看到讲，伫咧现任有4位这个立法会这个议员哦，香港政府就质疑讲啊，这个候选人哦对政府你都无诚意啦吼，啊可能吼这候选人，你敢真正有尊重着讲吼，咱这个香港的这个基本法，也是讲吼，你真正有保证着讲要效忠咱讲的这个香港特区啦吼。另外咧，也是讲你真正是反对咱讲的这个港区的这个国安法啦吼。而且咱嘛要来看到讲吼，其实对着这个毋那是香港伫咧国内这的人吼，其实对着海外这的这个人士吼，尤其咱看到吼，这个香港政府是用着这个通缉这个名义吼，要对这个香港有6名外国人吼，就是已经逃离开这个香港吼，啊，因讲吼，这是涉嫌煽动甲分裂啦吼。咱嘛来看到讲啊，真正，咱头拄已经看到讲啊，这个推动立法会35+啊，无用到啦吼。另外咱嘛讲啊，规气甲因 DQ。无，咱即阵看到，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林郑月娥规气就来宣布讲啊，我要延前立法会这个选举延前1冬啦吼。所以咱讲吼，用到这个紧急法要延前这个1冬，民主派就讲话啊，伊讲啥咧？伊讲反对政府你延前选举啦吼，根本就是你香港政府为着要协助建制派吧吼。因为建制派你着选情无介好啊，惊是这个民主派来过半啦吼。是讲咱嘛看到香港立法会议员吼任期是4冬啦吼，啊这回安尼延前1冬落去，就会出现讲啊，这个有浪芳，佮有议员任期这个问题。林郑月娥就讲吼，无啦，无要紧，我已经向北京来报告吼。中共人大常会嘛要伫8月初8，咱嘛有看到这图表写啦吼，要解说法律吼，解决这款的这个问题啦吼，等于就是爱甲北京政府来报告啦吼。所以咱看今日节目，咱就要讨论讲香港选举，互人收起来，对香港的这个前途是啥物？以后香港都未阁有选举啊吗？国际批评是啥物？港区国安法继续来抓人，台湾安怎来斗3工？这部电影先来邀请咱3位来宾，第一位咱们邀请东英医法律所研究员廖福德。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第二位咱们也邀请到文化大学政治系教授萧德环。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三位咱们来邀请到财经专家吴家良。大家好。所以咱们要透过连线来连线到香港屯门三星区议员吴坤泰。坤泰议员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是啦，咱嘛感谢议员哦，伫咱这个线顶来等待。首先，咱要来先请教咱的这个研究员，咱头拄有讲到的35+吼，35+的意思就是讲10次要来过半。民主派这回真正有机会，但是咱看到哦，香港政府头真正真大。过去我就甲民主派12个这个人数啦吼，过去甲因 disqualify 吼，互因无资格来参选。但是即阵哦，过去甲这个选举收起来，咱看到这个蓬佩奥嘛讲，我过去吼看到这个后壁香港真正就无选举啊，敢会安尼？我是感觉讲，咱先去看这个问题，就是讲那个 DQ 到底是第一个是向外头决定迄个 DQ。OK。讲你一般的迄个民主的选举，一般一定是迄个法律的规定，像候选人的资格，这个法律的规定，而且是一个独立的机关，迄个才有法度决定讲你有符合这个法律所规定的资格嘛。就讲咱咧台湾，比如讲咱有中选会，中选会照迄个法律的规定来决定讲，哦，某一个人是毋是讲有这个候选人的资格。啊，比如你看香港，香港毋是咧。香港是香港的政府呢，就是讲你即摆要选择立法，你讲权力的分立是行政、立法、司法上无基本的3权的分立嘛，吼。是。啊，你即摆讲，迄个我行政权会使决定讲要去选举，要参加立法权，迄个立法会的资格的人，伊会使互伊决定，这完全无符合民主的原则嘛，吼。啊，第二个你来看，讲伊提出来理由讲，我要甲 DQ，啊，我有啥物理由？来甲 DQ 吼，譬如讲咱即摆内底看嘛，讲过来理由，个你讲你支持台湾香港独立还是民主主权，啊，这上基本的嘛，
你要诉求，尤其是民主自决。你民主自决其实是包括一部分，就是讲你落来民主政治来决定，包括立法会嘛。我本来去参加法选举，就是要去参加这个立法会的决定。你甲讲，你因为你要支持民主自决，所以讲袂使去参加选举，这真奇怪的代志嘛。输人爱笑啦吼。这理由就是拢真奇怪，不管讲你其他的理由，讲外国，外国甲干涉香港的事务。你讲你立法会当然即立法委员，也是讲国会议员，一定会甲外国有一寡迄个联系嘛，你有寡联络的迄个代志嘛。你若讲是外国的迄个干涉香港，你讲原则上爱迄个反对迄个，你若讲有反对迄个港区国安法，这嘛足奇怪。你一个要做候选人，你对法律有意见，安尼嘛袂使去选举。就讲咱比如讲咱真济，咱来台湾，你要做立法委员的候选人，就是讲我有感觉讲某一个法律唔对，我要来修改。我立法，我就要甲修改。有影。你讲你会使去赞成，你会使去反对，不过你袂使讲我反对某一个法律，我要参加一个选举，你就甲 DQ， 这不就感觉真奇怪。但是咱即阵讲吼，这个香港区的国安法真正是无所不包啦吼。无所不包啊，所以讲你任何的所谓理由，你都法度甲一人 DQ，所以这个是真正真奇怪的代志嘛。是啦，包括你咱讲拄啊讲迄个大教授，大校长大教授，伫发动迄个35 plus， 等35。每一个去参加选举，都想要过半嘛。对，你去参加，不管是一个政团，还是讲你几个政党联合起来，你最主要的目的参加国会，就是讲过半，你差不多做迄个最数照我都去决定的嘛。所以这个诉求本来就足正常。你每一个参加迄个去某一个立法机关，包括立法会，要去选举，你无追求过半，啊无你要追求什么？你敢去选举，讲要追求讲落选的嘛？这当然唔是啊。所以讲，你不管是倒一项去看。这个决定都是真奇怪，有影。我嘛这个 DQ， 你讲安尼决定落去，你民主政治就是无法度啊嘛。是吼，咱来买 DQ 这个陆陆续续来讲吼，但是咱先带大家来看讲吼，其实咱讲的真济港区国安法通过了后，真正无所不包吼，甚至连伫咧美国的这个公民嘛会去互掠，咱先做来看。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以疫情为理由，宣布9月要举行的立法会选举延后1年举行，引发各界批评。香港民主派22位立法会议员昨一发表联合声明，批评政府以疫情为借口，制作限制康胖、充满政治阴谋，和北京介入等有出卖香港。美國白宮發言人也譴責港府嘅這種做法。即係聽到都笑啦，係嘛？即係咁咯，即係個背景就係我一口氣講咗，即係我覺得就呢個係用疫情作藉口啦，其實係處理緊一個選情失利嘅問題。This action undermines the democratic processes and freedoms that have underpinned Hong Kong's prosperity, and this is only the most recent in a growing list of broken promises by Beijing. 另外，德國也宣布要暫停執行甲香港中間的印度協議，抗議港府推遲立法會選舉，也有裁定民主派參選人提名無效。雖然國際譴責，不過港府動作真多。香港警察頭一擺以國安法通緝6名流亡海外人士，包含前香港眾志常委羅冠聰、前獨立聯盟召集人陳家基、前香港駐港領事館職員鄭文傑、黃大勇，涉嫌煽動分裂國家。留空甲美國華盛頓的香港民主委員會執行總監朱慕民。涉嫌勾結外國，也是境外勢力危害國安，即要入境就被抓。That the Hong Kong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hows how desperate and how afraid they are of international pressure. So I am not worried for myself. I am worried about, I think, the people that are living under this regime and this new authoritarian law in Hong Kong. 朱慕民已經在美國生活30年，表示家己是美國公民，攏會被通緝。將來任何一個為香港講話外籍人士，攏有可能正做香港警察目標。而羅冠聰是伫面試發文，表示罪名可能是傷害香港，已經甲佇香港嘅親人正式斷絕關係，家己注意安全，請大家莫煩惱。鄭文傑是感慨在專制政權之下，欲加之罪根本就無需要什麼理由，這通緝嘅做法只是要強害香港人，莫接觸政治，也莫走離開香港。記者綜合報道。是啦，咱頭頂有看到吼，12年去，這個香港政府取消參選資格，咱就好做是這個 DQ 啦吼，親像這個黃之鋒也好，黃楊月橋也好啦吼。其實咱嘛要來連線到咱香港這個議員哈，議員你好。主持人好。議員，再跟你請教一下啦。我們看到這個12名的這個香港的本來要參選的議員哈，有4名是現任的議員。那您過去也投入這個議員的這個選舉了哈，您之前會不會擔心這個被 DQ？
因为我之前没有参加一个就是港版国安法反对的联署，所以我就是那个时候就是觉得那个 DQ 的可能性是比较低。但是现在的发展的情况是，有一些就是没有签那个港版国安法的一些的候选人也是有被 DQ， 所以那个 DQ 的红线这个标准其实是没有标准。所以现在我们也猜不到，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候选人也好，还是现任的那个就是区议员也好，我们的资格会不会也是会被取消，还是怎么样子？所以所有人也不知道，就是往后会怎么样发展。所以你说有没有签不是一个重点。它有无限上纲的这个机会。香港政府说你违反了我们这个可能是港区国安法也好，或者是各种名目也好，都有可能把你入罪或者是把你 DQ 吗？反正就是那个选举的主任，就是觉得如果你是曾经参加还是曾经表态，会在港版国安法就是生效之下，也是会反对的话，就很大机会会被 DQ 这样子。但是当然呢，他们也是有可以就是逻辑一些的其他的罪名也好，你的 FB 里边的你贴文也好，其他的东西也可以做回他们就是你 DQ 你参选的一些理由。所以其实我们在就是报名的时间就是过了以后，也是不清楚就是哪个 DQ 的红线在哪里。OK， 议员是讲这个 disqualify 你无资格，这个红线因真正唔知影伫倒位但是这阵嘛无要紧，因为 disqualify 都无资格，但是这阵归去把你这个选举收起来。议员现在是直接把你的这个选举给收起来，也不管你 DQ 了啦。现在就是我已经报名了，但是他们没有就是确认我的资格。OK， 所以我们其实常常在笑，我们其实是在死亡跟还没有死亡中间，我们还是没有知道自己的资格，就是有没有被确认，还是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就是做回那个就是区议员的那个资格，会不会也是会关联的会被取消？这是我们知道，就是有一些就是上一年当选成为区议员的人，也是因为就是被那个选举主任就是觉得他们是就是反对港版国安法，所以就 DQ 他们的。但是现在林郑月娥会说，他们可能也是会考虑一下要不要就是将哪一些区议员也是从他们的那个位置那边就是拔下来这样子。OK， 我们可以看到了就是这个议员也提到了这个资格没关系，就是直接取消也好，各种罗织罪名的这个方式了那疫情真的很严重吗？其实也挺严重的。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就是每一天也有在新的个案，大概是80多宗到100宗左右，然后也没有就是停下来的现象。那是不是跟过去他们就是没有做好防疫有关系？其实，在6月底的时间，香港的民政政府就是开放，就是给所有全世界的凯员可以在香港里边就是换班章。OK， 然后他们也可以就是不用就是遵从那个14天的隔离的那个就是限制，所以他们其实在香港里边其实是趴走。然后他们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就是感染那个武汉肺炎。当然我们看到就是当林郑月娥就是允许那些凯员到香港之后呢，整个香港的社区感染然后全都回起来，就是100多宗100多这样子的状况，每一天也是100多。所以其实我整天在讲，就是林郑港府的策略是这是防疫打假。然后打压是真的，只有打压才是真的。OK， 这个防疫是做假的规个拢无咧做防疫啦咱看到这个海员的在底下爬走这个疫情怎样拖开林郑月娥就有一个机会讲真正我就取消这个选举就好啦延前一档咱头段嘛一直讲到这蓬佩奥可能讲选举就无啦收起来咱嘛来整理到这个图表这个 DQ 咱头段讲到有12名上出名的就是咱讲这个黄之锋啦另外咧还有这个
杨国桥啦吼，等12个人拢互取消资格。但是因这个名义是啥物吼？你若是吼支持香港独立，头拄咱教授所讲的吼，也是讲民主自国，本地就是要去立法会行使我这个民主的这个决心啦吼，也是讲你甲这个境外这个势力吼有干预到这个香港事务，拢会互 DQ 啦吼。另外，你原则上是反对着香港的这个国安法的吼。另外，就是讲吼，拒绝承认中国对香港有行使的这个主权的这个部分啦吼，所以就是无老实讲吼，真正的忠实咱讲的香港的这个基本法啦，是讲这个香港的港区这个国安法啦吼。所以咱要继续请教咱的这个教授啦吼，真正咱看到的这个林郑月娥安尼做，先用这个疫情吼，甲你箍起来，用时间来换伊的空间，这个空间到底是要换什么？是啊，我感觉就即马迄个港府的做法来看吼，其实你个会使做清楚看到伊讲，伊就是希望讲把这时间刷一档以后了，其实啥要刷一档哦，因为基本上哦，伫迄个立法会的决定内底哦，你也照伊过去的规定啦吼，伊也要严选伊会使加14天尔。毋过咱大概知影讲，即马要14天，其实你既然是用疫情这个理由来来严选一档，安尼你无可能讲你加14天以后了，你就要来继续选举哦。所以规去就一档，一档这个时间内底，其实因会使有足侪步数的来处理未来要到底互什么人来选举，无爱互什么人选举这个问题哦。像到主持人都讲着，既然要来 DQ 啊，伊后摆什么人是 DQ，其实咱会使看到北京伫这个过程内底，伊有硬甲软的两手哦。OK。硬的一手，我就是来你这，比如讲过去这较听硬的，过去这拢无听北京的话人，我就来你 DQ，互你后摆连选拢无通选。毋过另外一部分，你嘛会看到讲，其实你讲要伫香港这个社会内底全部去打压这个民主党，其实有一点仔困难啦。因为毕竟伫去年年底区议会选举内底，你看到可能伫香港有超过一半的百姓，其实因拢对即摆香港政府甲对北京的做法是有意见的。所以你讲要叫这人，大家拢点后摆要叫这个立法会敢若要做一个橡皮图章，我感觉是有点仔困难的。OK。所以北京即摆咧想嘛是讲，伊互这个可能完全无听话的人，我就后摆拢无互你选。毋过我嘛会互另外一部分，可能伫较温和这边的民主派，我后摆继续留落去选。毕竟对因来讲，立法会要继续行落去，才会使证明讲因的一国两制，才会使继续去行落去。啊，无全世界，包括台湾，大家对即马香港这一国两制，其实已经完全无信心嘛，大家嘛无信用伊啊。叫你连立法会你后摆拢无爱选，连伊即个要继续互伊运作的空间拢无的话，安尼后摆大家对香港的即个社会就愈无信心嘛，愈无信心嘛啦吼。啊，其实咱嘛看到吼，自即个选举互收起来是讲吼会当 DQ 啦吼，国际声音嘛是讲国际即个制裁都已经开始啊吼。其实毋是敢若即阵才开始啦，伫咧港区国安法通过时阵，国际吼就想要甲即个香港吼过去所有即个优惠待遇啦吼，先甲收起来。啊，问题是啥？问题毋是要即个处罚香港人，是要处罚着香港。咱继续来请教咱的这个专家啦吼，对经济上收掉这个选举，还是讲港区国安法实施了后，对香港的经济是安怎影响？我想补充一句哈，伊这个选举哈拖一档，是有一个重要原因啦。OK，那就这个立法会哈，无法度互北京来控制，会马上产生一个问题。OK，就是这个香港政府的预算未过啦。预算啦吼，未过以后，政府无法度运作啦。OK。所以吼，伊无法度有把握以前，伊干脆先拖一档。这一档吼，照目前这个情形先运作落去啦。就是我建制派也是伫这个立法会内底拢是多数啦吼。医生未过吼，伊的政府就无法度运作啦。哦，足简单的啦吼。啊，即马讲倒来吼，这个美国总统吼，去年9月24号伫联合国演讲的时候，有讲到香港两句话，咱会当来了解讲是安怎即摆香港的问题会遮严重。伊讲第一句话吼，希望即个北京政府啊，会当来遵守即个，安尼讲中英联合声明，中英联合声明，含英国的即个联合声明，因为即个联合声明呢，伫联合国注册是根据叫做国际条约啦。OK， 哦，啊你中国政府哦，爱有即个责任感，是有这个责任，讲你爱遵守这个你签的这个条约啦。第一点，第二点，
希望北京政府会保护香港的民主、自由、法治、人权。OK， 因为你安怎处理香港，就决定你伫国际的地位。伊讲安尼。是啦所以你即马看伊即马就是想法，就是要控制这个立法会啦。是。你无控制立法会伊无法度放心啦，因为足侪问题，一个第一点的问题包括香港对中国大陆内底有足大的迄个政治上的影响。是。你看这个湖北遐武汉伊即马有代志伊讲啦，伊学迄个香港的口号。是。香港的口号叫做什么？五大诉求，欠一点拢无。不是光复香港时代革命，那个光复香港啦时代革命啦。是。伊即马武汉甲学过来，叫做光复武汉时代革命安尼啦所以意思是讲香港对大陆影响是有的政治上的影响啦。OK。譬如讲伊的游客去到香港创啥呢？除了买牛年粉以外，伊去买册啦。OK。遐册内面香港的册对共产党都有足侪内幕啦、爆料啦。林荣基册店这个头家啦这个香港的册都无咧插入嘛，都顾在伊讲嘛出版自由嘛。所以大陆的人去到香港旅游就会去买香港的册啦。三顿去看。是。所以呢，香港对大陆的影响其实咱拢无注意到。OK。伊对有足侪影响所以即马川普讲遐话，就是讲香港代表的是叫做普世价值，普世价值啦这个什么物件呢？这就是西方国家所决定的这个国际的秩序的基础。秩序的这个基本盘啦你若是镇压香港，是，你拍这个香港，就等于咧拍这个普世价值，就等于咧拍西方国家。是啦有影咱嘛看到其实这个全球普世价值毋那是美国啦咱嘛。香港就是这个代表啦。你若对香港落手，你就等于对西方国家所支持的这个国际地区来镇压啦。是啦简单讲，要镇压香港等于镇压国际秩序。有影所以咱嘛看到讲英国这个外交部长啦这个蓝韬文伊嘛谴责香港政府讲即阵因就是用着这个方法啦看到因的这个证件要甲因取消这个资格，其实这个咱讲蓝韬文伊嘛继续讲着啥，伊就讲一国两制已经无起来，已经变做是一国一制起来这对着咱讲头拄咱专家有讲到这个过去这个中英联合声明，说过去甲付掉啦这对英国有啥物意义无？对英国当然是迄落嘛，因为咱讲话讲迄中国甲英国的联合声明嘛，就讲这个声明是两个国家所共同去做的从英国是董事国嘛，所以讲伊比所有世界国家更加直接甲这有关系，是，甲这有关系。就讲，因为即摆大家咧谴责中国是讲，因为英国甲中国现在声明，这个英国你本身是董事国，你更加又是直接影响，你应该去谴责讲迄落中国是违反咱两个国家所签的这个声明所以英国当然是更加直接嘛。OK， 你讲为什么违反？我补充2点第一个，迄个拄啊，迄个 DQ，香港政府讲这无甲迄落什么政治审查无关系，什么我是建议香港政府去看迄个国际人权条约，叫公民甲政治的迄个国际公约，人权公约就讲这是香港嘛是本身嘛有适用的伊嘛是会员国而且第二个，香港本有人权法，香港本身的法律。迄度有规定，讲啥物叫做民主的选举，民主的选举，就这个讲两部分，你袂用随便甲迄落，大家讲话 DQ 嘛，讲袂可以参加嘛。第二个重点，你袂用随便延期即个选举，尤其是行政部门家己去做决定的。是，咱回想者，今年韩国嘛有选举，有影，尤其在疫情的时阵，新加坡嘛有选举，对吧？疫情状况，其实我相信是比即卖香港。国家去到国较严重嘛有可能所以讲这个滚生笑的啦。恁台湾我这个决定就是讲迄落香港人你可能会使去饮茶，会使去拍麻将，毋做袂使去选举。OK， 这实在是无合逻辑嘛，这逻辑毋是安尼嘛。你讲人民会使去下昼去饮茶，会使去拍麻将，不过歹势。你安尼疫情危险，咱袂使选举。是，咱看林郑月娥安怎讲的啦。咱看
这个时阵是7月30日吼，伊开始宣布讲，这个原本吼这个9月初6这个选举要来延前，甲明年这个9月啦吼。啊，另外咱看到讲吼，需要615个这个投票站啦吼，啊需要3万多名这个部分这个工作人员哦。另外佫有啥物咧？伊就讲吼，60岁以上的人有够济啦吼，所以惊哦因。阵啊去投票，群组感染就开始啊。但是咱头拄有听到议员讲啊，过去伫咧5月、6月时阵，这个海巡哦，走船的人会当伫这个咱香港境内伫遐拍走嘛吼。所以这嘛是一个哦，因这个哦疑虑啦吼。另外，咱嘛讲到这个法律上的这个部分，就是讲任期咱头拄讲到4当尔啦吼。啊，即阵若是要延签这个议员这个资格，咱就要先去甲省报告、甲北京政府报告哦。另外啊，这个民主派咱嘛讲到，这个质疑就是讲，实际上吼是要协助咱讲吼真正对这个建制派不利的这个选情吼，直接甲动起来就好。咱先要继续来请教咱的议员吼，议员再请教你。好。因为我们看到了哈，刚才提到的这个，他用这个65岁的这个人哈，或者60岁以上的人很多了哈，这样子的借口。那另外我们也提到说，其实像这个海外了哈，我们有6个人遭到通缉了。那这个通缉的人里面，我们刚才提到港区国安法真的是无所不包，就连这个朱慕明律师哈，他现在是美国公民哦，他也被这个通缉了，你怎么看？也是那个港版国安法的第38条的那个效用，就是明显的看到，就是北京政府想拿着一条来去打压，还是去威胁，就是一些在海外就是替香港的民主运动发声的一些外国人，比如说就是除了美国以外，还有英国啊、欧盟啊，甚至于台湾的一些的。学者也好，我就是猜他们可能在往后的半年到1年之内，他们也是可能是港版国安法之下的就是 wanted 的人物啦，比如说就是。对，就是可能是通缉的一些人物，比如说是吴瑞元老师，还是林寿老师，也会可能就是会成为就是港版国安法之下他们会就是通缉的一些人士。还有就是我们也看到就是刚刚提到那个亲北京的一些政党也是会可能要考量的是超过60万。的一些比较享年级的一些老人家，其实他们就是长期是住在深圳还是广东省的那些地方。OK。然后因为是疫情之下，其实他们很困难的可以回到香港去投票。然后他们的选举的取态就是很明显，一定是会亲北京的政党来会投给，所以如果就是疫情之下他们要继续选举的话，其实他们也是有机会是叫不了那一些就是比较年长的选民，就是会回到香港去投票，所以他们也是算到这个困难，也是一个他们就是借疫情来刹停选举的要求，还是一个声音吧。哦，其实咱头拄有听到这个议员讲的有2点吼，头拄咱先问到就是疫情的这个影响吼，其实头拄议员所讲的内底佫有真侪吼，住伫深圳吼，要过来投票的，真正吼有困难啦吼，所以咱讲香港政府有看到这地，另外就是讲吼，真正香港府的这个国安法实在管伤大，头拄伊讲吴瑞仁老师点又做记号，咱看这个。咱的这个研究员可能嘛有这个危机无？有无？我感觉就是讲，阮中央研究内底2个吴老师啊，是讲吴瑞琴甲吴介明2位老师，应该是第上优先啦。我本人我是唔知影，我应该是第2个人后壁啦。有影啦吼，但是咱嘛有看到讲这个朱慕明，伊就住伫咧美国，是美国公民，伊离开香港嘛遮济吼，但是伊讲吼，伊直甲这个境外势力来做一寡这个串联吼。其实咱嘛看到讲，逃亡伫咧这个海外这个人数真正济第一名就是咱看到，时常伫咧面册，也是讲伊的 Twitter 头顶po文，就是咱看这个罗冠聪啦吼。伊过去咧，就是咱讲香港政治的这个创党的这个主要这个人啦吼。但是咱嘛看到讲，伊即阵已经甲这个香港的亲人来断绝关系，啥要断绝关系？伊讲伊伫海外要所做的，拢甲伊处理内底人，拢无相牵连啦吼。主要就是讲，那真正伊安怎你袂当对外这个处理的人起骹动手啦吼。伊继续伫咧海外做创业这个。工课，另外就是要对抗到香港政府的这个白色恐怖啦吼，所以咱嘛看到讲第2位，咱要看到讲郑文杰啦吼，咱过去看到这个郑文杰是用到什么名义
被嫖妓啦吼，就是伊伫这个中国向逮捕的时阵，就甲伊讲哈，你去开啦是安怎啦吼，所以咱嘛看到讲，伊流亡英国了后要做啥，就是要成立流亡的这个议会啦吼。另外看到讲吼，伊要做一个避风翼啦，吼，英语叫做 Heaven Assistance 啊，要帮助这个流亡者啦吼。所以咱看到香港人伫咧海外做一寡这个拉比的这动作，但是咱看是互香港政府来通缉，这代表什么意思？尤其咱讲到这个朱慕明，伊是外国人。咱继续来请教咱的教授。是，其实咱会使足清楚看到讲吼，伫即摆即个局势内底哦，其实拢是北京咧做主导哦。其实规个香港政府只是咧帮北京做这执行者尔。所以伫这个过程内底，你就看到讲，北京对这伊无欢喜、无想要看到的人，伊拢其实伫挂发出来以后了，伊拢都希望你紧离开香港。因为你离开香港以后了，伊北京想的甲当初是64的事件同款，这人离开大陆以后了，伊就袂变做是大陆内底的民主问题哦。所以即马北京想的就是安尼。我另外个补充一个，大多其实台湾议员有讲到，讲啥政府北京要来，大这届选举来刷一档了，甲来选哦。上重要原因就是伊头我讲到讲，有超因为伫即前政府的香港政府的统计内底有超过54万人哦，因拢长期是住伫广东的这个所在哦。所以你即马疫情的关系，伊要当选举，伊就歹选的。毋过咱嘛看到讲，顶一段时间民主派咧初选的时阵，有超过60万的人出来投票。所以你也来看讲，以去年11月区议会选举，300万人来出来投票，这个人数来看，民主派有60万人，因这支持，因嘛这要选到底。建制派有60万人，无法度当来选举，去5%，安是比落了，你就了解讲，啥建制派因感觉因的选情这无乐观的。就是讲一来一往安尼吼，这个票数就差120万票，对啊。所以伫安尼过程内底，北京当然嘛去想讲，因为去年伊已经互建制派骗过一届，去年建制派来讲，因应该袂输，所以结果选了我输啊痛苦。即马这届啊，佮继续安尼输就像大多啊专家讲着讲，你未来香港政府颠倒是完全袂顶袂当，袂顶袂当以后了，根据照规矩来讲，可能特首林郑月娥爱落台，所以北京无落去接受即马即个问题，所以规矩互选举换一当了，再来选，该这过程内底会使做这个动作，来保持哦，以香港政府长期来这行政主导制的这个制度会使继续行落去。是啦吼，咱嘛来看来讲吼，其实侪人拢有做一寡回应吼，无论是咱讲 DQ 啦吼，还是讲真正收掉这个选举啦吼，咱来看讲吼，黄之锋是安怎讲吼？伊讲吼，试看嘛咧吼，这个社会甲国际反应吼，甲制裁的这个强度啦吼，制裁强度咱等下来请教专家啦吼。另外就是讲吼，设立这个标准。互买手的这个选举吼，主任拢有可能吼，这个部分会当去遵循啦吼。另外，咱看到香港国民党的这个吼党主席吼杨岳桥，然后伊嘛是互 DQ 的这12名这个部分啦吼。伊讲选举主任做这个决定哦，真正是强要甲加做就加做啦吼。咱来看讲这个选举主任吼，其实是真正好笑啦吼。唯一会当 DQ 参选人，敢若是选民哦，敢若是选民会当 DQ 因哦。另外咧吼，对延前选举的这个影响，咱看这就是去年吼这个元朗事件，这个何君尧议员啦吼，因讲啥啦？42名建制派立法会议员联合声明讲吼，支持政府啦，支持香港政府爱做一个交代吼，互立法会吼未来一年吼，拢有这个好的这个安排。但是咱看到美国这个国务卿蓬佩奥是安怎讲的吼？伊讲吼，港府啦无正当的这个理由将选举来延前遮尔久啦吼，中共是一届搁一届这声明，咱们看到北京吼无要继续来对这个人民有做任何的这个保障啦吼，所以咱嘛看到的黄之锋已经讲啊，要来试看嘛咧，这个国际制裁的强度有偌悬吼，继续咱请教专家，这个制裁的力头真正会大无？这个制裁的重点并唔是针对这边的选举的这个拖一档啦吼，是本来香港这个国安法啦吼，就爱互伊制裁啦吼。那咱即摆看起来吼，美国政府的态度吼，甲香港的民主派的期待吼，可能有一个差别啦。就是美国伊即摆是无要救香港，但是是救香港人。OK。吼，即个观念吼，我来说明一下，就是吼，伊无要救香港做即个国际金融中心即个代志啦。即件代志，
就是讲是安怎呢？是因为中国大陆的这个经济发展，香港有真大的贡献。OK， 就将外口的资金、技术、企业拢经过这个香港，来去到中国大陆设厂啦。所以伊若要拍这个大陆的经济，伊就爱拍香港。伊就爱拍香港，袂当互香港继续来斗相共，互中国大陆的经济继续是就成长啦。所以伊若要对中国大陆拍经济，是伊就爱将这个香港的这个咱讲窗口甲关起来，关起来了，封起来了。所以呢，伊无要救香港这个金融中心啦，但是呢，伊对香港人爱救啦。香港人爱救啦所以英国讲那英国的英国的海外的公民伊会当接受300万人。伫咧1997年回归进前的。澳洲啦，即加拿大啦、美国讲会当接受香港的移民啦。台湾嘛爱加减收挂。收挂就是讲香港人，咱来甲救。是。但是美国到今嘛无讲一句话，是要来支持香港会做这个金融中心这个地位，世界第3大的这个金融中心这件代志，美国无讲一句话。美国也无讲话。香港的重点是金融嘛，是。但是美国即马讲香港是讲啥物？人权嘛。OK。香港那是问题，那是人权。当然你有这个警察啦，拍人这都是人权。但是香港的问题的重点毋是人权嘛。但是美国即马做文章，就是咧讲你人权，你拍香港人，你安尼毋对。是。这个香港做金融中心这个代志你无讲。好，即马咱咧讲这个香港自治法，OK，即马出来，就是讲啥物人，共产党的，还是香港的官员，对一个官员来破坏香港人的这个自由、这个法治、这个人权，要甲制裁，对吧？这第一级，第二级就是讲你这个人的这个银行来往的银行，是，不管你是汇丰还是渣打还是花旗，这国际银行甲你制裁。OK。这银行就惊到就甲你讲你抓住去，你帮我才开户，对吧？安尼，所以伊这有2级啦。是。第一级是破坏香港的这个个人啦。第二级就是这个人的来往的银行啦。OK。这款的制裁落去就是真厉害啦。所以香港的这个金融会受影响啦。OK。所以呢，这个问题是伊这有一个时间限制，比如讲90天内你爱。国务卿爱提出名单，是讲啥物人破坏香港的这个人权甲自由。然后呢，大概爱30天的时间，互这个财政部、美国财政部去调查你这个来往的金融机构机构这个活动这部分但是咱嘛有看到讲其实这个 Trump 伫咧6月时阵嘛有签着对香港这个相关的这个法案其实内底嘛有讲到制裁这个香港的部分，咱嘛讲到这个港票对美金是对真活的所以其实拢是有这个一定的这个影响咱等下这个继续来讨论。咱要先来带大家来看讲其实咱头拄一开始的时阵嘛有讲推动这个35 plus 的人是啥，或者戴耀廷但是戴耀廷呢，伊一开始就互香港大学开除去讲伊安怎咧咱先做来看。香港占中运动发起人之一的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2019年4月，因为串谋公众妨扰罪被判16个月，入去关4个月了后被保释。因为还阁有香港大学的终身教职，会当回去学校上课，了后阁发动立法会民主派初选，毋过也因此互真侪建制派团体要求甲伊免职。港大伫咧7月28举行校务会议，上尾是以18比2的大比数通过解雇戴耀廷，引发争议，互人质疑是政治对杀。行為不當，但係唔構成一個足夠嘅解僱理由。某啲人呢係會一意孤行嘅，所以我個人認為呢樣嘢係好踐踏緊作為大學學術自由同埋自主嘅尊嚴，所以我感到憤怒。戴耀廷也伫咧 FB 表示，施提伊嘅決定並毋是由香港大學，是由大學以外勢力透過伊嘅代理人所做嘅。香港嘅學術機構無法度保證袂閣受到干預，替港大感覺真心痛。
除了戴耀廷以外，立法会议员邵家臻嘛捌因为参加占中运动，最近也予原本任教的大学通知无要继续予伊担任讲师。佔中運動之後到而家，都已經發生過好多次嘅刁難啦、嘅打壓啦。最近有真濟民主派人士予學校解職，港府被質疑是咧秋後算賬。香港真濟緊張。總統府蔡英文捌指示由行政院專案小組處理香港人道救援方案，陸委會已經將專案送交行政院審議。原本行政院伫6月會核定公告，即馬煞卡關。香港其實變化也很快哈，那有關於我們的方案要更精緻的來加以規劃設計。內容確定後，我們會盡快的對外說明。對方案細節有記錄，包括民意無贊同用百姓納稅錢來負擔香港人的救援專案，加上香港人後手來台灣的國安審查、就業保險等等的問題。雖然財政部有針對各界濟辦公廳會港澳人才來台，會清點目前的措施，回應相關的租稅優待等等。不過，民眾黨團嘛批評陸委會進度真慢，認為救援不應該透過專案，應該透過修法。現在目前行政院的這種方式，可能如果它只有專案，它根本它只不過就是它自己內部一個行政程序，它只是一個模糊的這個空白授權的條文，就是第18條。但是我們現在已經把這個第18條修正為，就是說因為這個戰爭、種族、宗教、性別或性傾向或者特定社會團體的特定政治意見而離開香港或澳門的，我們可以給予庇護。香港人人道救援方案通過了後，是毋是可能會出現中國人透過這個方式入境，增加入侵台灣的風險，嘛引起討論。所以民眾黨版本主張法制化處理，透過委員會進行實際審查。目前在野其他政黨嘛提出針對港澳條例18條的提案。記者綜合報道。是啦，伫咧個國安喺這個港區國安法通過進程，咱都咧討論講吼，是毋是咱的這個法律愛來做一寡這個修改吼？尤其對着吼香港人還是香港企業可能要來台灣才好啦吼。咱等下嘛先來請教這個議員，不過我要先帶大家吼來看咱這張圖啦吼。先啊，這回咱會講到香港立法會吼，對這個建制派遐爾不利啦吼。但是咱講啊，這個結構性的問題，本地就是為這個建制派來做一寡保障的吼。因為這個選舉內底吼，議員的這個席次本地是地區的這個直選吼是35席啦吼，啊有的吼是這個功能界別吼，吼咱你若去看這個界別，真正是真有路啦吼，啥物界別攏有啦吼，啊立法這個定數的這個問題，就是講吼議員若是提出重要是講民生的這個政策的這個議案，是要得到這個地區政府同意才當提出哈，無是連提出都袂使提出吼。繼續我要先請教議員吼，議員再跟您請教一下啦吼。我們說這個香港立法會的這個選舉啦吼，這個本來是設計在保障這個建制派的，但是為什麼這一次建制派這麼擔心啊？我們說這個本來有地區直選，也有地方界別的這個影響，但是這次建制派怎麼那麼擔心？其實在香港的立法會選舉制度裏面，你剛剛是講過那個地區的直選，還有這個功能組別的那個兩邊的那個制度啦。是。然後在地區直選的方面，他們就是親北京政黨可能會預期，就是他們也是在那一邊會大敗，可能就是親民主的一些候選人可以拿下，就是26個椅子這樣子。所以就是說，如果就是民主派可以在功能組別拿到10席的話，他們就可以拿下整個立法會的那個控制權。雖然你看到就是那個香港的立法會其實議員是沒有有效提案權的。OK。但是如果是親民主的一些議員全都拿下那個立法會的控制權的話，其實議員是可以就是否決那個林鄭月娥提出來的財政預算案。那如果就是預算案被否決的話，其實林鄭月娥可以宣布就是解散立法會進行補選。然後補選之後的立法會如果還是卡下那個預算案的話，林鄭月娥就必須下台。那是香港基本法寫下的東西，所以就是戴耀廷教授在過去的時間也是會強調，就是要35+，就是拿下那個整個立法會的那個控制權。那當然就是你聽到這個北京聽到這個方案還是這個就是訴求還是運動的話，當然是不允許。
然后所以你看到就是现在他们就是借疫情为由，就是这样的一个选举就往后推1年，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你看到就是会不会这1年会成立一个万年国代？ OK， 在香港里边，这是一个临时立法会，还是会继续在运作？我们也不知道，就是疫情之下会不会就是到2021年的时候还没有过，还是有一个疫情严重的问题。到时候北京会不会又再一次宣布会继续的让那个临时立法会就是万年国代，就是再延续1年呢？我们也是不清楚，但是也是有机会的吧。OK， 感谢议员吼，咱讲吼，咱这个李登辉前总统吼，甲这个万年国会吼改线了吼，互变做是咱正常化这个一步。但是咱看香港这阵的烦恼啊，因为这个国会变做是这个万年的国会啦吼，所以嘛是真正爱来去注意。但是咱讲，伫咧今年可能吼这个。不安的这个因素也真济啦吼，但是香港要好去好强啦吼，咱嘛有做一张图表啦吼。不安的因素就是咱头拄一直咧讲的，就是这个港版国安法啦吼，全球拢有这个制裁这个部分吼，但是咱嘛讲到吼。大量的这个香港人，若是要逃去倒位，咱头拄也讲到1997年这个英国这个部分然后要收这个300万的这个部分，但是咱嘛看到讲台湾，参像这个专家头拄也讲的，真正爱加扣挂、加收挂吼。但是咱的因素是啥物？咱有政策上的这个部分无？国发会吼，才有一个政策，就是吼要甲这个人才啊转发吼，甲伊做一寡这个松绑吼。特定专业的人士来台湾吼，有这个租税这个优惠啦吼，也是讲延前因停留的这个期间啊，放松因300万免钱免税这个坎啦吼，未牵涉到贵的这个税制。另外对着这个企业的部分吼，香港较关键的这个产业，咱嘛要甲吸过来啦吼，亲像啥半导体这个部分吼，嘛要争取到这个香港跨国企业转移来台湾吼，这个香港这个税是0吼，但是咱台湾的这个优势到底是啥物？咱先请教研究员吼。台湾的优势伫倒位？要甲这些人吸过来？我是感觉讲，这是应该分做无共的迄个战术啦吼。第一个拄啊，民众党咧提案迄吼，迄叫做政治难民啦。OK， 就是讲有人为迄迫害的部分的话，咱来许多就是部分来来保护吼。不过这可能的危险就讲，可能咱无法度保护遐尼侪啦。这是感觉我感觉是讲咱有咱家己的困难嘛，可能无法度保护遐侪啦。不过这方面来慢慢发展，讲来咱尽咱的力量来保护咱香港的朋友，有法度来到台湾，甚至来生活，我感觉这是需要的吼。第二部分就是讲专业人才，第三部分就拄我讲的，迄是资金甲企业，这部分。这部分我想就是讲，伊变做讲是咧香港在动乱啊，慢慢咧乱的时阵有法度讲利用这个机会。互咱需要香港的真正专业人才，这朋友我都过来。我感觉即摆这是一个好的，另外包括资金甲企业吼。不过我感觉台湾毕竟无法度变做是本来香港的原来迄个状况。OK， 吼。不过一部分，尤其我感觉是人才的部分。人才，因为这人才的部分来讲，因为你发现，若讲咧香港，咧生活变得愈来愈艰苦吧。尤其是讲这政治的改变。变到讲你的生活完全无自由的状况之下，即个中国人才，我相信伊会想讲要离开，想讲要离开。这个部分我相信台湾都有法度，台湾都有法度讲迄落来吸引一寡，因为咱即摆慢慢嘛，加一寡不只是咧香港，就讲其他的外国的专业人才，咱即摆慢慢咧松绑，讲变较松，变较资格，变较宽，会使互因来迄落台湾会使停留。我相信这部分咱会使做一淡薄啊。其他的企业甲资金我家己就较无把握噶啦，较无把握，可能较规模较无遐尼大，我相信较有法度啦。我若讲规模真大，我感觉可能无遐尼大的把握，讲台湾我都做会到。是啦吼，所以咱嘛讲到台湾伫咧吸挖人才这个方面，可能有咱这个优势伫咧，但是对这个企业哈是讲较关键，还是讲整体咱看过去吼，香港就是这个亚太金融中心吼，咱看台湾要取代这个中心的这个位置吼，可能嘛有这个较欠的这个所在吼，但是咱要安怎去打进前，咱继续过来请教教授啦吼，台湾的优势也有无？当然咯，我感觉伫即马台湾优势的部分哦，咱会使吸引香港人的，我感觉未来重心应该是放伫讲少年人这个部分。OK， 其实你讲，就像咱研究员讲的，你讲。即马已经伫香港这大企业，你讲要叫伊锁来台湾哦，基本上有点仔困难，因为台湾毕竟哦，咱伫即个金融这部分哦，咱的功能甲香港基本上是有足大的无共。OK， 所以你讲你要
伫短期内底，你讲要创造这个机会，要来这个企业侵过台湾我感觉是挑战是较大啦。是。毋过未来咱会使看是讲，香港即未来遮侪少年啊，遮侪学生啊。因感觉讲因对香港的未来无信心啊，因想要离开香港，想要找后一个所在去发展因的专长的话，我感觉台湾会是因考虑的一个所在。是，因为遮侪人来讲，可能咱来去看1997年之前，香港要回归之前，遮侪人拢移民，大家拢走出去。毋过这过几冬啊了，因嘛是搁转到香港，系啊，现在搁转到香港是因伫国外的所在生活其实袂适应，所以问题是讲台湾甲香港，咱伫这生活方式甲社会条件内底，我感觉对这侪香港的少年啊、甲学生啊，因是有较大的这个吸引力的。所以未来这块我感觉是咱台湾会使安那去思考讲，互香港优秀的少年人会愿意来台湾。找头路，会使伫台湾来创业，然后甲台湾的后摆遮的社会企业做伙来提升咱的台湾遮的功能，我感觉这是会使去思考。但是咱看到吼，即阵政府的政策嘛要打较头前啊。咱头拄也讲到吼，这个经济部特别吸引企业来台啦吼，这个租税的这个优惠也好啦吼，也是讲吼，这个真正锁定特殊的这个产业来去做一寡这个发展啦吼。真正咱要问的就是讲，真正这个政策。若是讲租税优惠也好啦，也是讲延长因的这个停留这个期间也好，真正对这企业有这个吸引力吗？咱即摆看是要有几啊种，第一种是一般移民 ，OK， 另外一种就是专业人才，尤其是金融的人才，金融啊吼，对，这无共款吼。那咱爱争取这个金融的人才来呢，爱有一个讲以这个国际银行来台湾吼。增加这个银行的这个据点哈。OK。不过这有一个问题，就是香港的这金融的地位，是因为伊的人才有够。OK。伊即马这人才优先要去伦敦，要去英国，因为遐是一个金融中心哈。另外呢，伊也可能会去新加坡。咱即要争取的是吼，咱台商伫香港。有真大的资金、真大的业务伫香港，咱是毋是会当将这部分的业务，和台商有关系的这个业务，包括这个财务管理啦、资金的调度啦，是毋是会当将台商的一部分业务，可能是找咱台湾伫香港的银行，会当刷转来台湾，这第一点。这第一步啦。你有淡薄，你有的业务会当刷转来，欢迎你刷转来。为了争取这部分。咱修改咱的这个法规还方便，这应该啦吼。第二点呢，咱来了解吼，香港的金融专业人才若讲走出来，大部分走出来，是香港做这个金融中心的角色就免伊啊啦。OK。伊其他优势免讲啦，主要是人才，专业人才啦。人才若康贵就是帮。对。所以即摆美国无希望香港继续。来甲大陆的经济斗相共啊！伊要互香港毋通搁做这个角色啊！所以呢，香港的这个金融中心这个地位无看好啦。伊的业务甲人才飞地拢爱走啦。飞地拢爱走。所以呢，台湾会当利用这个机会，加减甲你扣过，你的业务、你的人才当刷过来，尤其和台商有关系的这个部分优先嘛。你若讲其他的国际银行。要将其他业务咧刷一部分来台湾 ，OK 嘛，咱欢迎。但是呢，咱爱为迄个竞争的条件啦，咱的那个税，咱的这个移民的这个法规，拢咱来调整啦。你香港甲新加坡的税就是足低嘛。OK。咱蛮讲要讲扣税，人无爱来，咱就扣不着，这无道理啦。所以税搁较降低是有可能的。这一定的嘛。OK。你看香港甲新加坡的优势就是伊税嘛。咱的其他这个专业人才的这个。移民的这个规定咱会当个放较松的嘛咱会当将金融的人才刷过来台湾，加减刷啦加减扣，咱就是咧甲美国斗相共的。OK， 所以美国要互香港无法度搁做一个金融中心来帮助中国大陆发展这个经济。咱会当将香港的人才甲刷来台湾，咱就是咧助攻呢。但是这是美国。你甲制裁吗？还是讲中共伊家己无看到这个现实？咱头头讲香港这个人才港，这个经济就帮家己中共北京政府无看到安尼点嘛？
我感觉北京政府伊可能是对政治做上优先的考虑啦。伊的 priority 就是政治。就讲伊所讲全所有伊管的所在拢爱姓党啦。吼，包括即摆香港，吼，就讲伊即摆来香港，若讲你啊民主的发展，若搁继续发展，对伊来讲，伊的控制就无遐尼悬啊嘛。对啊，所以讲伊这对香港的，我感觉是对伊所有的思考，应该拢是讲对政治啦，做最优先的考虑。咱继续。北京政府有一个目标，就是将伊共产党的这个官员是贪污的钱、款的钱，藏伫香港啊。有影啦。伊要将这个钱退转来。是。这个洗钱的中心。嘿，对，这部分伊要甲退转来。所以伊拍算要将伊的人派去香港嘛。比如讲上海的银行的人派去香港嘛。是。派去香港以后，就会当去查这资料。比如讲你江派的人对不对？习近平的对手看恁啥物人藏伫香港偌济钱，是去查嘛。所以你若香港的金融人才走出来，伊拄啊好势，伊拄派个人入去。所以嘛，牵涉着讲，这个北京政府伊内部的这个斗争啦吼。今日真正非常感谢3位来宾，尤其咱线顶的这个昆台议员啦吼，咱做回来讨论讲香港真正未来好期好将啦吼。感谢所有观众朋友收看，咱后回再会，拜拜。